返嚟新聞時間，昂坪360纜車喺2個星期內3度發生故障。機電署話，尋日嘅故障係車廂架調距器損壞，敦促公司全面檢查車廂架調距器。而纜車服務就喺朝早10點恢復正常運作，遊客都話唔擔心再發生故障。朱茵培去睇過。機電工程署人員早上視察纜車系統，纜車服務早上重開，唔少遊客排隊買飛搭車。纜車接連發生事故，亦都曾經有遊客被困，但係佢哋都話唔擔心，因為佢琴日壞咗，應該再整過啦嘛，再維修過咪冇問題咯。唔擔心。呢啲係意外嚟嘅，唔係時時都會有嘅。咁你搭嘅時候擔唔擔心呢？唔擔心喎。昂坪360解釋，琴晚嘅事故係由於車距調節器出現唔暢順。呢個皮帶滑動呢，我哋琴晚睇完之後，原來同皮帶連接嘅有一個叫做車距調節器啊。咁係一個部件嚟嘅。咁個部件佢行嘅時候呢，我哋發覺佢就行得唔係好順暢嘅。咁所以昨晚檢查嘅時候呢，就換埋佢啦。另外，纜車重開，昂坪市集亦都多咗旅客。咁喺市集附近呢，都有一啲嘅食肆㗎。呢度嘅食肆負責人都話呢，期望纜車公司可以確保到纜車服務嘅穩定性，唔好影響到佢哋喺聖誕節同埋新年期間做生意。短時間就冇影響咯，即係唔好last for 太耐啦，會有啲擔心啊。如果長假期，因為好多都扶老攜幼嚟㗎嘛，咁會可能會即係經常會有問題嘅話，就會影響到啲人啲信心，咁就會變咗就啲人可能話唔嚟住啊咁樣咯。昂坪360向乘客致歉，又強調纜車系統安全，亦都跟從製造商指引做保養維修，亦都會按照唔同部件要求加密檢查同埋更換，亦都會喺節日加派人手，確保系統運作暢順。亞洲電視記者朱茵培報導。昂坪360過往都發生過多次嘅事故，有專家就認為昂坪纜車受到地形同埋天氣等等嘅因素影響，發生事故嘅機率就比較高。但係部分涉及機件嘅問題，只要加強檢查同埋維修，係可以減少故障㗎。開幕5年幾嘅昂坪360纜車，過往亦都曾經發生多次事故。最嚴重嘅一次喺07年，一架冇載客嘅纜車成架墜落地面，纜車系統一度要停駛半年。而喺呢2個星期內，纜車亦都3度因為技術問題要暫停服務，主要涉及皮帶同埋俗稱啤領嘅軸承損壞。有專家就認為呢一啲問題唔算嚴重。啲機械組件雖然係好輕微嘅嘢咧，我哋等都要留心，唔好疏忽或者忽視啦。好似今次個皮帶鬆嘅時候咧，如果佢哋係仔細啲去 check 咧，應該係可以揾到個問題啦。假設呢個皮帶呢個碌咁樣去轉㗎，咁我哋喺呢度中間撳一撳下佢。咁睇佢個虛位有冇多過12 mm？ 如果多過12 mm 咧，即係皮帶就鬆啦。因為你咁望落去好似冇乜問題啊嘛。咁你撳下佢咧，咁就直接揾到個問題出嚟。不過盧國強話，昂坪纜車係受到一啲先天因素，包括係地形較高、路程長同埋氣候等等影響，比較難維修同埋保養。咁啲信號嘢咧最驚咧就係潮濕嘅，咁變咗就係掌握到嗰陣時候啲錯誤啊，有啲出錯咁嘅嘢嘅。咁咧就或者壞咗啊！咁佢個身體壞咗，亦都係要停機，成個系統停咗嚟嘅維修。風大亦都影響嘅，因為佢吊住啲車揈來揈去啦。咁啊，所有地方機組咧都受嘅力都係多咗嘅。至於纜車係咪有老化問題，佢就相信冇，因為據佢所知，纜車公司係有定期更換零件。昂坪360纜車喺2個星期內3度發生故障，纜車究竟有冇嚴重嘅安全問題呢？今晚 ATV 焦點會同大家探討下㗎。選舉管理委員會宣布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提名安排，提名期係出年2月14至到29號。任何年滿40歲、香港永久居民入邊嘅中國公民，冇外國居留權，喺香港通常連續居住唔少過20年，並且獲得最少150個選委提名，就合資格成為候選人。至於行政長官選舉投票，就會喺出年3月25號舉行。另外3個特首參選人今日都有活動，泛民主派特首參選人何俊仁同埋馮檢基分別發表政綱，涵蓋政制同埋環保等等嘅方面。而唐英年呢就到港島東區探訪老人家，話要完善老人家政策。張志仁報導。唐英年同太太到筲箕灣探一班老人家，同佢哋傾偈，又互送聖誕卡。
佢之後話，如果當選特首，會通盤考慮長者政策，包括研究有政黨提出設立分3級制嘅養老金以及生果金嘅政策等等。我覺得生果金唔係唯一嘅出路，喺其他方面，喺醫療咧、膳食咧、長者嘅宿位咧、退休嘅保障咧，各方面咧，其實都係一籃子考慮嘅。所以我覺得對於長者社會點樣照顧佢，點樣令到佢一個更加穩固嘅安全網，我覺得我哋呢個係應該做一個全面嘅討論。至於特首參選人何俊仁就公布參選政綱，佢形容香港好似有病一樣，中小企經營困難，年青人亦都難以上樓，認為房屋政策要改由政府主導，包括增建公屋，又建議政府撥備成立長者同醫療基金，改善服務，應對人口老化。我今次參選就要連同各位一齊推動香港嘅一個全民運動，同香港市民大家一齊爭取社會公義，建立理想嘅生活。為此，我哋不得不向反民主嘅霸權宣戰。而馮檢基就到大圍派發政綱，同市民傾偈。佢建議喺舊區拓展單車徑，鼓勵市民用單車同電動車代步，減少汽車嘅廢氣排放，改善生活環境。亞洲電視記者張志仁報導。正喺泰國訪問嘅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去到水災災區探訪，致函中方為泰國提供4億美元嘅特別貸款，協助佢哋災後重建。習近平話：中泰喺救災同埋減災合作，對東盟地區有示範作用。李彤喺曼谷報導。習近平喺泰國總理英祿陪同之下，到曼谷附近一間曾經被水淹浸嘅學校了解災情。這個水停留了多長時間？大概2個月的時間。習近平話感謝泰方作出呢一次嘅安排，因為了解受災情況係佢今次訪問最關心嘅事。中泰一家親啊，這是我們兩國政府人民的共識。在我們看到對方國家遇到災害的時候啊，感同身受。喺泰國發生水災嘅時候，中國提供物資，亦都有技術支援。習近平認為今後重建工作非常重要，之後就帶嚟咗4億美元特別貸款，主要係協助泰國災後重建同埋防災規劃。呢個唔單止對中泰合作有啟示。在東盟地區啊，推動防災減災啊、水利建設方面的合作啊，起到一個良好的示範作用。泰國遭受水災，各國都伸出援手，亦都包括咗中美。咁其中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上個月親自嚟到泰國，到災區探訪，又提供1000萬美元嘅援助。美軍亦都派出戰艦嚟到呢度協助救災，引起咗當地觀察家嘅關注。咁泰國會唔會成為中美博弈嘅下一個棋子呢？泰國副總理就形容三方關係係遠親不如近鄰。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China and Thailand. We are the neighborhood, not ordinary neighborhood, but the relative neighborhood. The U.S. far away. 習近平此行除咗喺減災方面為泰國帶嚟協助，中泰簽署咗3年期嘅人民幣同泰銖貨幣互換協議，額度相等於700億人民幣。當地嘅傳媒就認為呢一個舉動唔單止減少當地中泰貿易企業用美元交易嘅風險，同時可能會減弱美元喺區內嘅影響，增強人民幣同美元喺區內市場影響力嘅競賽。亞洲電視記者李彤喺曼谷報導。下一節翻嚟會同大家報導。大家都只係看重私利，罔顧公共利益同埋其他人嘅需要。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批評社會上太過自私，湯漢主教亦都希望大家多關心身邊嘅人。受到冬季季候風影響，聖誕會跌到得10度。人生